喺呢個短視頻盛行嘅年代，其實每一個人都搏命拍視頻，真正可以變現嘅其實真係寥寥可數，真係其實令人好無奈。其實問題嘅關鍵係喺邊呢？就係內容缺乏咗一個好明確嘅價值觀，而且呢亦都冇乜亮點吸引到顧客。首先，我哋要問一問自己啦，我哋嘅內容能唔能夠令到觀眾明白點解要買我哋呢？點解要選擇我哋呢？點解要入我哋嘅店鋪呢？就係因為我哋嘅服務好突出，定係因為我哋嘅口碑好，令到人哋心動而去幫襯我哋？又或者係我哋嘅銷售手法同推銷手法完全唔一樣，甚至乎我哋嘅手法係冇隱藏性嘅消費。其實客戶全靠口耳相傳，其實係真嘅。呢一啲信息都係喺視頻入邊好重要地用清晰嘅傳遞方法俾客戶知道。好多人去拍短視頻嘅時候，佢個內容永遠都係冇一啲明確嘅目標，比如佢冇展示到自己產品嘅特性啦，又或者係我見過一個視頻，佢係專係賣一啲洗面膏，佢幫客戶洗面，客戶睇完之後覺得非常之無聊，客戶當然佢會諗到底其實想表達啲乜嘢呢？但係如果你喺洗面嘅過程加入一啲比較有趣嘅元素，例如老闆覺得生意好好，而且呢特別要招待一個對佢好忠誠嘅客戶，呢個客戶幫襯咗你10年啦，咁佢就有特別服務俾個客戶，因為你同個客戶之間係有一個好好嘅信任，引致咗有一個咁特別嘅視頻，咁有趣嘅視頻。當你製作咗一啲有趣嘅視頻，有娛樂性豐富嘅視頻，令到個視頻變得好生動有趣，吸引咗大量嘅觀眾嘅時候，而且亦都好準確地將你嘅產品嘅特質話翻俾所有嘅觀眾聽，你嘅洗面嘅產品有一個咁忠實嘅客戶去支持你，原因就係因為你哋嘅質量好好，有清晰嘅目標同埋清晰嘅內容傳遞，先至可以吸引到客戶嘅。所以拍攝短視頻嘅時候，一定要企喺用戶嘅角度去諗，觀眾其實睇視頻嘅時候，能唔能夠輕鬆理解你嘅信息呢？能唔能夠揾到選擇你嘅理由呢？只因為咁樣，客戶先至會真正感受到你嘅價值，你嘅產品嘅價值啦。呢啲亦都係製造視頻變現嘅關鍵所在。總之，有明確嘅目標，傳遞到正確嘅價值觀，先至可以令到你嘅客戶喺短視頻入邊揾到你，吸引到客戶，令到你可以喺視頻入邊帶來收益嘅。